你有冇諗過嗰啲被封存嘅宿舍到底收埋咗啲咩秘密？比如安農大107寢室門口嗰一道封條，點解每一年都會多出一個重疊嘅血手印呢？107嘅第4個室友，我叫蘇念，安徽農業大學大一新生。入學嘅第一日，我就聽講107寢室嘅傳說。1996年啊，有個女仔喺裏邊上吊自殺啊！大路嗰個學者呢，壓低把聲，指咗一下走廊盡頭嗰一個貼滿晒封條嘅門。佢啊，着住紅色衫，之後啊，住入去嗰啲新生成日都會喺半夜見到啲怪嘢噶。我笑咗一笑，跟住就冇理佢啦。直到我發現自己原來分咗去107宿舍，推開門嗰一剎那，一陣講唔清嘅潮濕氣息撲面而嚟，而6張床鋪空咗5張。淨係得靠窗嘅下鋪鋪住嶄新嘅被，係我㗎。幫我搬行李嗰個室友琳琳，佢塊面都白晒咁問我：你真係要住呢度啊？使唔使話申請調下啊？唉，怕咩啊？我將行李箱向床上面掉過去。心理作用嚟嘅啫嘛。第一日夜晚，我失眠，唔係驚，係唔習慣。宿舍裏邊淨係得我同琳琳2個人，而另外4張床都空蕩蕩咁，全部都係塵。窗外邊嘅月光射咗入嚟，將嗰啲空床嘅影拉到好長。凌晨2點幾。我終於有啲睡意啦，就響半夢半醒之間，我聽到一個聲，啊，係水聲啊！響公共衛生間傳嚟咗水聲，而且係持續不斷咁，好似有人喺度洗嘢啊！咁我轉咗個身，將張被呢笠住個頭。水聲就冇停到，一路響咗好耐好耐，耐到我終於都瞓着咗。而第2日朝早，我問琳琳琴晚有冇聽到水聲，佢塊面都白埋咁話：冇，我咩都冇聽到喎。咁我就冇再追問啦，或者我聽錯咗啫。跟住落嚟幾日，同樣嘅水聲每一晚都會響起，凌晨2點準時開始，持續個幾鐘呢，先慢慢消失。終於喺一個失眠嘅深夜，我決定去睇下。走廊裏邊空無一人，我打赤腳一步一步咁樣靠近個衛生間，而個水聲越嚟越清晰，仲夾帶住啲輕微嘅搓洗嘅聲。我吸咗啖氣，伸個頭入去一睇，洗手池邊企住一個着住紅色睡裙嘅女人，佢背對住我，耷低頭喺度洗住啲咩。個水龍頭開住，紅色嘅水響佢手邊流過，順住水池流咗落去。紅嘅？我嘅目光落咗喺水池裏邊，嗰啲唔係水啊，係血啊！而嗰個女人手裏邊洗嘅係一條同樣鮮紅嘅睡裙。佢突然之間停住咗，然後慢慢咁擰咗過嚟。嗰一剎那，我見到一塊蒼白嘅面，眼窩凹咗入去，嘴唇發紫。佢望住我，嘴角慢慢咁彎咗起身。佢舉起手裏邊嘅紅睡裙就問啦：
好唔好睇啊？我洗得好乾淨。我轉身就跑啦，跌跌撞撞咁衝返宿舍，將自己塞咗入張被裏邊，然後呢，用張被笠住個頭，成身喺度震，挨到天光。第二日，我將琴晚見到嘅一切講咗俾琳琳聽，佢沉默咗好耐先開口。你知唔知嗰個傳說最得人驚嘅部分係咩啊？咩啊？當年自殺嘅嗰個女仔，佢將把聲壓得好低，死之前一路喺度洗佢一條紅色睡裙。佢嘅室友話佢洗咗足足一晚啊，將條睡裙洗到白晒先停低。第二日早上，佢哋發現佢就掉咗喺衛生間裏邊，身上邊就着住嗰條睡裙，但係條睡裙又變返鮮紅色啊！我聽到呢個頭發麻。後尾呢，所有住入107嘅人都會睇到同樣嘅場景。阿琳琳話，有人喺洗手池邊呢洗紅色衫，有人喺對面床睇到企住一個人，仲有人半夜醒啊，發現自己床邊企咗一個紅色嘅影啊。最後學校冇計，咪封咗107，然成棟樓就改成男生宿舍。吓？但係呢個係女生宿舍嚟嘅喎。琳琳望住我，欲言又止啦。咁所以呢？所以佢哋話嗰個女生其實一直都喺度，佢淨係想搵個室友，一個可以睇到佢，願意同佢傾偈嘅人啊。嗱，我就呆咗啦。跟住落嚟幾日，風平浪靜，啲水聲就冇再響過，紅色嘅影亦都冇再出現。我甚至開始懷疑嗰晚嘅一切只不過係一場噩夢嚟嘅啫。直到1個星期之後，嗰一日，琳琳有事返屋企，宿舍裏邊剩低我一個人。夜裏邊11點幾噶啦。我喺度玩緊手機，突然之間就聽到一陣輕微嘅腳步聲從走廊傳咗過嚟，好輕好慢，好似有人打大赤腳喺度行路咁，我都唔敢唞氣啊！腳步聲越嚟越近，越嚟越近，停咗喺我哋宿舍門口。我唔敢出聲啦，實一實咁望住嗰對門。而門下邊，我睇到對腳，光脫脫嘅慘白色嘅腳，而腳背上邊有一塊暗紅色嘅胎記，同我個胎記一模一樣噶。門冇打開，但係嗰對腳就消失咗。我鬆咗一啖氣，以為自己又產生咗幻覺啦。但係就喺呢個時候，我手機屏幕着咗，一條消息嚟自一個陌生嘅號碼。你終於嚟啦！我等咗你20年啦！我隻手開始震住咁回覆咗一個字：邊個？對方秒回喎。我係107嘅第4個室友，佢哋走咗，你嚟咗，真係好嘅啫，我哋又可以喺埋一齊啦。我即刻抬高頭，宿舍裏邊空溜溜，淨係得我同埋另外3張咧，全部都係塵嘅空床。但係我突然之間諗翻起，入學嘅時候老師講過，呢一間宿舍原本係安排咗4個人，但係開學嘅第一日，3個人同時申請調換，理由都係身體不適。
淨係得我冇走到咋，亦都淨係得我從一開始就係一個人住晒呢一間4人嘅寢室。琳琳呢？我浸住咁翻出咗班級群，揾到琳琳嘅微信頭像，點開咗佢朋友圈最新嘅一條發佈時間係3日前。啊，終於都說服咗學校從107搬出嚟啦。雖然只不過調到去隔離樓，但係就唔使成日住響嗰間鬼宿舍。不過室友蘇念唔肯走啊，祝佢好運啦。3日前，但係呢3日，琳琳明明每晚都瞓響我對面床噶，我甚至可以睇到佢瞓覺之前響度睇手機個樣喎。咁呢幾日瞓響我對面嘅係邊個啊？我唔敢擰轉頭去望嗰張床，但係身後邊一個好輕柔嘅聲又響咗起身，就響我耳仔隔籬，好近，近到我可以感覺到佢呼出嚟嘅涼氣啊！唔使驚，我唔惡噶，我淨係等得太耐啫嘛。等我做咩啊？等你發現啦！嗰把聲笑咗起身，笑到好似風鈴咁好聽噶。發現你從來唔係一個人，從你踏入107開始，你就係我噶啦。我唰一聲企咗起身，衝咗去門口，好用力咁拉門，但係對門呢喐都唔喐啊！我搏命喺度拍啦，大喺度嗌救命，而走廊裏邊就一片死寂，身後邊嘅燈突然之間熄晒，黑暗裏邊我覺得一隻手搭住我個膊頭，好輕好涼，帶住啲淡淡嘅血腥味。唔好跑啦！我等咗你20年，有乜可能會俾你走啫？我擰轉頭，月光透過個窗射咗入嚟，射咗喺佢塊面上邊，而嗰塊面同我一模一樣，只不過佢對眼係含咗入去噶。嘴唇係發紫噶，佢着住嗰條傳說裏邊洗咗成晚嘅紅色睡裙，對住喺度笑。終於等到你啦，我嘅第4個室友，唔係，應該話佢嘅笑容越嚟越大。大到撕裂咗嘴角，而紅色嘅液體亦都順住佢嘅下巴滴咗落嚟。終於等到你啦，我自己。嗰日夜晚發生咗啲乜，其實我唔記得噶啦。我淨係知道第2日早上有人發現107嘅門口上邊又多咗一條封條，封條上邊係一個新鮮嘅血手印，仲帶住體溫，而封條上面嘅日期係2024年嘅9月，嗰個係我入學嘅年份，而嗰對門嘅背後隱約傳出咗一個女人洗衫嘅聲，嘩啦嘩啦咁洗咗好耐。好耐。